到这个晚会。所以下课赶快来。好，你那个店里有人下班，赶快过来。你儿子们上8点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好了，现在赶快帮你看吗？好，来，小朋友看这里哦。各位学员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们今天要唱很漂亮的口试。这个呢，你们常常都是用满，很可惜，一点知识都没有，没有办法学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要自己做，自己 DIY， 然后呢，你以后很会了。你可以帮家里的人的每一个带这种东西。跳舞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有头饰可以戴，这样比较好。而且呢，你会的时候，你一定很高兴，你很有心得。我会呢。然后呢，你会跟人家讲，这我做的呢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大家从小孩子开始，从你们这么小。能够学会是更好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怎么都没有声音，就用笑。好，以后呢，我们不管做什么，我们要按时间来，时间到就是来，不是要叫你拖拖拉拉在家里玩，懂吗？你一看时间，大家都有时钟，有没有？有嘛？也可以知道啊。我刚才是车子太多了，所以老师。我到这里还好，没有人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做。那今天老师分的马老师分的有4个蓝，对不对？然后4个黄。好，你现在呢，开始动手，把每一个外面捆起来的，你先弄你的黄色，你先弄你的蓝色，对。每一个的纸都拿掉，好，每一个纸都拿掉哦。然后呢，一条一条给它这样子，4条放这样。等一下我就量到几尺我就剪，到几公分就剪。好，弄好了快一点，动作快一点，看一看，不要弄乱哦。这个大人帮小朋友弄一下。这个大人帮小朋友弄一下，要弄成这样看老师要弄成这样这个叫做一大条，这叫做一大条，里面一大条有几根小条的然后合起来这样找到了吗？对，它插在里面，你就慢慢找一下看看。你这个东西可以放到下面，你弄好就能放下面，对。然后你这个要拿好，这个绝对不要要拿好。再来一条，还有一个没有拉的，哪一条？还有一条，对，这条。好了吗？要开始了，好，这个抓好，知道吗？好，这个抓好，等一下，抓好哦，好了没？可以再装几个。好了吗？快点喽，不要拿溜喽。简单了吗？
做成这样，差不多这么长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我们等一下用尺量哈，一共有4条。好，我们这个就要4条。黄的或是蓝色，这个一定要4条，然后中间再用这个。我们等一下再做这个，我们先量这个。好，量到65公分，65公分会加这样第一个量就好了，下面我们就一直用1条来去量它的长度，这样到这里只有50，只有65公分，再多5公分，再多5公分可以这样子，我们就从这样开始剪，等下哦，这样好，我们这个剪刀是厨房的剪刀，有没有力？有。好，你从这样以后有没有这样1条？这一个呢，你也从这边开始量，一共12条，一个大条，懂吗？这样呢，到这里你再这样用，好，剪起来，是不是？不要有的短，有的长哦，到最后你会长短不平。好了，再弄一次。这边都有4条，对不对？3、4、12， 3次，刚好12条，就一个大条了。好，一个大条呢，你就把这个稍微绑一下，怕等一下会乱。不要太紧，等一下你要拉的时候不好弄。好，你看哦。这个水的，加新的，好，就这样，这个是一个大条，好，放着，你已经一个大条了，那等一下你来看你的，对，12，那几个大的妈妈来帮小朋友弄一下，好，对啊，你再拿一条可以，65公分。那你呢？你的小朋友的不是自己这样弄？不用。这个先拿来。先不要让你解释很麻烦。好。来摸笔直。几公分？65公分。对。有没有65？好。动作快点哦。好，你就这样量就好了。这样。剪刀没有？我的剪刀有在后面，大的。这里已经削好了。现在开始做喽。一条，我拿。你动作快点，不然他们好，这个好记。好，来，你要做到10点哦。对呀，我们一起做。我要跟他讲一样的。对，我们两个。这个好了，这12条。现在我们不分大。对，你要一起啊，全部12条了，这个再来绑。好，来再对一下。王俊，还有这边2次，总共有12条，在这边。因为你先拿一条自己，你那个人家剪过的，你拿1条来量。剪呢？好，这样哦。用力，对，好，来，你再比一次下。好，我知道了吗？快点，好，没关系，这边呢，到了，然后这样就好了，其实已经有了，来，刚刚老师说，这样子你算有几条？你算啊，现在算有几条？有没有12条？没关系，你们这是在一起修剪。还有啊，他这边是炸鸡排，好，你看这边还1条哦。
知道怎么剪了哈。这1、5、我们就可以做成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。出来的，做出来的，人家都还有这个龙须条，你要什么条？你觉得这个一条要跑到这边来哦。会的，往这边哦。哎，怎么掉了？这车子里。那边右手边最后一个。这个重要啊，这个要绑一条哦。等下再绑。来，老师教您哈，这样子，来，再来。12条才是一个大条。对。我拿5条就好。太好了。那第22条哈，你再来。把它加在一起，这是另外几条。好，我们来放。没有，已经有了，这样子。这样就好了。来，你来，我们现在是做那个样子。你打结这个，你不能来搞啊。你打结的，不要先给他打，等一下要比。哎。这个先不哎，你看到你打结了，你结那个，对就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这个刚好12角有没有？你再一次4角，那个就分开来了。你那个都两好的，就给它打结了。好，你看这个4个对不对？那你拿着一下，那个是另外一个。好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你一个大条你就放，你要4个大条，懂吗？好，现在开始量这个来，自己量了，一定要抓好，要学习就是要自己会。来，放开了，不要怕，你的手赶快这样，不要怕，哎，你到这里，你就学，怎么样？12条进去，不要去小跑。这样，不要怕，来，现在才3次哦，你看哦。那个看好好来，那个看那个样品没有？那个样品那个长度呢？里面12条了，你看。这个都可以，2、4、10、12，对，刚好是一大条。好，我们先量这个，等一下要登记的。不都点3次就1大条？好，点 ，OK， 好，这一次我们就刚刚的那个。好，刚好这边有一组的，它那个就是一大条，一组，好，哎，你不要放手。来，你绑，你对好，绑。已经3个哦，等下再最后一个还要填红色。对喏，我们都快好了。这几个大条？4个大条。以后呢，到了打开的时候，你自己做了哈。等下我来绑。现在有第2次的，有次。你的话，你就不要动哦。好，示范条，稍微这样子。你听话了，不要太紧了，你等一下就好了。你想，你做，赶快来做好不好？快做你的。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过来。再来，再来。你做那个，你的地方做好了。你做什么颜色？
层反正都好。哦。点喽，好了没？好紧张。几个代表？几个代表？哎，那个姐，你赶快先把它打开解。3次我就让它可以打了。好，绑起来了头，头绑起来了。啊那，好，好了吗？太好了。我们都好了哦。好，这个弄好呢，这个蓝色的先捆起来。你先等一下，那我先来，打开了吗？哎，刚刚我的那个样子。快点绑哦，等一下就换不要按照那个尺寸哦。刚刚老师说几公分？记得吗？几公分长，总长几公分？对，要记得。然后你的白色嘛。然后你要把那个，对，一个人在叫，谁在叫？别人。我说你是一个人在叫，是一个人在叫。你姐姐回去打开了。那就回去。我星期四才要回去。你一个人回去。好了。开车。是不是坐车？开车。好，你们开车。我们把那个房子拿下来，先帮我们65公分哦。那个先放底下的。很好，再来弄你的红的。好的，等一下就在老师那边。红的两大条。一样60。一样。对，65对，你要拿一个样子的工作会。对，好了，溜喽。外面都。两大条。是吗？对，两大条。红的要一样。对对，通通要一样。你没看到我这样，下次你要做就这样做。不要看有的事情，先把我输哟。做美发的那个好色，是吧？相当于可以让你推手的。像蛇。不一样全部。好。看到下来那个。12条了哈。再来，哎，刚刚要那个这个对象，对象。为什么还在做？我的颜色要快点哦，等一下一起学那个边的，我们还要做那个球的，有点慢哦。你们在编这个是？没有做完不要回家睡觉。对啊，要做完。在这里过夜。好不错。这样哈。一样，一样。我们这边8点的就8点来，出来。还有那个。那你比较快对啊，娃娃哦。我帮你按一下压力，他们就那你就要帮你妈妈教。对呀。
要3次，3次来回，3次来回，现在是。对啊，你们要做好，不能回家睡觉哦。很乖哦。还是那几条？一样啊，以42啊，所以摆设的我是先是几大把，是量大把，那我就好。大把就好。哇，你上来下好哦。你觉得好了，老师旁边哦。那你准备动作。啊，这样的本来好来，把这个你。可以呀，那你可以整个不用啊，你就把自己睡了。来。啊，你那么用力哦。不是，我说因为你等一下注意的，这个会拉。哎，来香。哎，给男主角敲。男主角首先敲。呢，你们的电话留给老师敲。来用力一点。好。哎，对，对对对。对。还有。好，等下哈，你就这样子给老师哈，等下老师会教你们怎么。喂。一个12吗？啊，都12条，每一股都是12条。那你等下去替老师那边。全部那个红黄还是蓝白，一共6条，2条白的，2条红的，对不对？4条黄的，4条蓝的。好，去。这样子。对对，我们是心是红的。好，去老师那边。好，等一下你先在那边，对。先在那边等大家。那你手要留嘛哈？啊？要留那个。大家都过来说个你所在。好，打断。哎，还顶你在。好。哎。拿这红色。对。是说要短一点点，1厘米。在，哎。不短的啊，不短。好，不要太紧哦，等一下拉的时候不好拉。对。大人的好吗？好了吗？大人的就不一定。加油。这样子。回了，我都还没有拉好。你们不用绑那个哦。不要拉得太紧。不用拉得太紧，松松。3次了哈，好。然后你有时间。再2次了，你拉得那么慢啊？你可能编一个什么去？反正有个请假。你要什么颜色？没有回来的啦，你要一起照相。今天这条好了。你先帮他做这个，你先做。你们是那个第2的，第2批的。等下如果拿到师傅，你们喜欢吗？3个，不然那么多人会很挤呀。不慢。3个学员里边。3个啊。我也全部看。先全部看。不要一个一个教。全部看，然后自己做了。是哦。对。你要注意听请戏的口诀哈，它有教法，还有教的秘诀。可是你们回去也要练习哦，这边。对。好，你 OK 了，拿，自己拿。好，看一下你的在哪里的啊？在那边蓝白的。哇。我们先剪那个4头，有点慢慢带。没有关系，直接走过去。太夸张了吧？因为他已经习惯了。好。
不要忘记哦。65公分。好，那你帮我啊！你要我们做啊！你要动手做，不是等下老师教的时候你们要动手做哦。小老师没有教我们，哦。然后你们再叫学生在旁边，这样子，要对准。因为那我们用这个65而已，要把它弄到旁边，这样子，好了。哦，所以我那个中间那个要几个啦？一样，两大。哎，对。每一条都要每一小股都要12条，每一股都要12条，2、4、6、8条也不够，我们要减3次，我们要减3次才能。弄好了，等一下你们做都要给老师的漂亮哦。哎。哇，快点喽！老师请好了，慢点哦。来，现在是112条哈。好，我们现在16、55公分。啊？要4个大条，要6个大条，它的心要2大。好了，你这边你的你刚排好了，你剪到身上。那你别都会有。哎，那个剩的不能呢，等一下还要做球哎，剩的要留着。剩的不要丢掉哦。为什么放直了？还要画还要又做那个球花。嗨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做你头上那个吗？哦，好棒！这个借我换一下啊。你的那个，我有做啊。装配直接。像这样子哦，32条。大幅的42条，没有。到我这样，你们要到我这样哦。喂，要看我这样子。来，你拿，你要做事哦，不能没看。好，现在已经12条了，今天是第2大条，等一下我们还要6大条。好 ，OK， 这是第2大条。我为什么不换颜色？没关系。可以了吗？这是你的那个没有很甜的，拿点书。老师，你是做6股的哦？6股的。什么东西6？今天6股的。6股的。是6股的。6股，不是6捆。6股3、6大6。通常我们都是3股嘛。对，大部分最简单的。对。6股是比较有变化。这个也最难编。最多可以编到几股？最多有吗？最多什么？做成这样。对啊，就是你最多用几股来编？6股哦。就这样子啊。就是这样。对呀。没有到10几股的。没有。你到10几股就很厚了。好，你们都好
我有包包也有。前面我有，其实我没有钱，我有钱包，我有钱包，真没有钱。这个买饮料的，还有几包可乐。而且你家是只有4块。为什么你买的765？从简那个用那个球就好了。那个谁，你要从简。不行，太短了吧？就是你那个，它有卷起，它有这个卷呢。它是要有绑起来。哦，那个谁，你的太短了啦。你有60吗？你们这个没有65吗？那我怎么10嘛？你有65吗？那个刚刚那个样品是错的哦。那样比太短。样品太短了。不是有2吗？有2。是有2吗？那你有2还是有2？对呀，这里也是65啊。它的那个它太短了，这样子它太短，它刚到这里。没关系，因为你是小朋友。你要怎么看？你的也太长了吧，长到屁股哎。你说你见过吗？我说你长到屁股。纸在哪？没有。是在后面。你有手机有包包？对啊。我没有手机，但是我买买了。好，你的是要蓝白还是红？你上次没有红哦。你要红吗？还是谢谢。我上次给你的。刚下班了。是蓝白都可以这样。不是蓝白。我们可能做过红统一些。你要蓝白啊？好，蓝白。蓝白，红的2个，黄的4个。哎，那个师傅说65。65公分。那个谁的名字呢？哪一条好了？哪一条好了？你要哪一条？这个给妈妈量还那边。没有，你这个要4。问妈妈那边她就知道了，这样对。这样对，你是红黄。还有2个人，还有2个。妈妈小倩文那2个，还有这个杨毅他们过来了吧？我姐姐嘛，比我爹过不到，他们去外面吃饭。那就没关系。又会来8点，没有人就2晚了。又会来就差不多像的，那个小倩文的，这就没有了。那红和白，配一下。要开始了吗？要开始教了吗？来了，哎，左等右等。为什么要发？不可以发吗？啊，对哦。为什么要这个打吗？我就会。真的，不要现在看一样吗？你要几股？你要学哦。没有。没有好。哦，你要什么颜色？我们有，蓝白。
你们两个夫妻赶快互相帮忙，要不然人家挡不完。哦，谢谢。哎呦，还有人安慰我。最了解我的想法。有我看到这样。因为你做什么蓝白的？那我要用黄红这样。做那个了。做红蓝的。哎耶，这老公搞的真的好。没有没有。红蓝的啦。红蓝不配啦。很好看。啊？红蓝的话会变晒下厨。啊，对。红白啦。嘿。红白。红白或是蓝白都可以。哪一条样品？那你们那个其他的剩下的不要丢掉，要做那个球球。对，你看剩下的要球哈。好了，那就你就用那个2亿。爸爸没有肚子了。聪明嘞，你们越来越聪明。啊，对，就是不聪明就不是阿妹子。对，等一下老师会一起教你们哦，然后等一下都一起教哈，快点剪。来，这个看拿椅子，不要拿到我的，我的水就上线，他上线。现在要好的，等一下，一翔，把这个好了吗？写好了，帮他写了吗？你帮他写那个对，你不要再往电话晚一点再玩呐。他现在是几大股？3大股还拆2大？100的那个，有吗？哦，那你赶快去的，你还有问题？弄好，给他滚这样。对，那个我们等一下还要，我本来跟他讲说只有3。你的呢？你们刚刚那个黄色的呢？要放一起来，不要弄起来。拿到这边做，不然等一下你没有头，没有那个，你没有那个圈圈哦。好，这边就开。还有呀。不然等一下你不保护好。不要帮我保护，我们一起保护。黄卡红卡啊！这游戏怎么那么奇怪？剪掉。我有买17个人的呀，可以拿去站吗？我把这个拿到旁边好了。能到那边了。对，我来放。把那个黄色拿走。哎，这个是你的吗？好，等下就可以交了。这样。等一下。